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網台啊！今日10月17號啊，咁啊何生何太案件呢就有結果啦。咁啊好快講講個結果。首先呢個結果呢就唔係話判咗，都係押後嘅。但係押後得嚟呢就有好消息。咁就咩好消息呢？咁咧何太呢就改控呢傷人17啊。咁呢其實佢原本係傷人19噶嘛，而家改控傷人17，傷人17呢係嚴重啲嘅。我哋之後會再講講。咁呢我哋睇下個詳細情況。咁首先呢，控方今呈遞呢個修訂控罪啊，改控兩人傷人17。咁啊，修訂控罪指稱啊，兩名被告今年呢5月31日啊，即係2025年5月30日，在屯門青田村一大廈嘅電梯大堂，意圖使對方身體受嚴重傷害，留意呢句啊，而非法及惡意傷害對方。呢段嘅總結就係確定咗呢兩人都控呢傷人17啦。咁啊何太大鑊啲啦，咁啊原本傷人19變傷人17。好，咁真嘅喎，上次話調查啊嘛，押後啊嘛，話真係查到嘢喎，發覺呢原來何太呢真係有意圖令人嚴重受傷害啊，即係令何生嚴重受傷害啊，所以呢就改判佢做傷人17。唉，好嘢啊，真係判佢重啲啊，越重越好啊，大快人心。咁啊，繼續讀落去。哇，跟住精彩啦！咁啊，庭上讀出修訂控罪之後呢，可伯表示明白啊，可伯好乖話明白，但何太質問啊，明白，我係無辜噶，咁樣大叫法。何太咁大叫自辯啊，當然引來旁聽人士大笑啦。咁啊，笑佢無知，咁啊，真係笑佢白痴啦，真係。呢段睇到一樣嘢，原來何太有個代表律師噶喎，有代表律師隨即就補充一係幫佢補鑊。咁啊，依向呢個何太解釋修訂咗控罪啊，最後何太死氣咁話啦，都唔明白嘅，咁樣唔明白你都要明白噶啦，咁樣鋤何生傷到咁嚴重喎，想噏句冤枉無辜咁就卸到罪啊，冇可能啦！我升斗贈何太一句發你個春秋大夢啦！哇！之後嗰段都精彩喎，庭上其後再讀出控罪啊，咁啊，即係咧再讀啦，咁啊，何太又白痴自辯咯，佢就話啦：我係自衛家，我冇心傷人噶，咁樣，哇！真係冇心傷人啊！等官判啦，講乜都冇用啦，你冇心傷人，大話精！之後戲喐嚟啦，哇！呢個咩主任裁判官啊！犀利啦，叫鄧少雄啦，就聞言之後啦，聽到佢話冇心傷人啊，自衛之後呢，佢就問何太是否明白控方告你啲乜嘢啊？你明明點解呢？改咗就告你傷人17啊？即係問佢啊。此時何太在說，咁佢講乜嘢呢？精彩啦！我冤枉噶，法官大人，呢個我加落去嘅哇！我冤枉嘅，佢簡單嚟講即係話何太話佢冤枉嘅，咁係咪真係冤枉呢？真係，唉，真係好好笑，我真係忍唔住笑。我笑啲乜嘢呢？即係何太應該就係做戲嘅，去做演戲啊，唔應該呢揾啲阿伯就攞450萬。如果佢演戲呢，咁啊唔止450萬啦，呢個大網紅係咪啊？我冤枉㗎咁樣。OK， 咁好戲啊！咁喺個官面前就頒個奧斯卡金像獎同2025年最佳女主角獎俾佢啦。經典對白就有：我冤枉噶，我無辜噶，我冇心噶，就係咁啦。以為咁就完啦，仲好笑呢。原來最終呢，何太呢表示明白咁樣。個報道話佢最終表示咗明白咁啊，即係講咁多廢話，你最後咪都係明白咁。呢度簡單總結就係你做過啲乜嘢，心中有數啦，仲想喊冤嗌冤枉？嘿，嚟啦！另一段啦，重要嘅資訊就係鄧少雄裁判官應呢個控方申請呢，把案件轉介咗去邊度啊？區域法院審理啊！區域法院呢係審啲嚴重啲嘅案嘅，一陣會俾啲資料大家下嘛。命令於今年10月30日在區院再審佢哋。咁呢講埋個情況先，講我嗰個意見吓，咁見解下咁啊。此外，控方提及可伯早前嘗試把信件轉交何太，仲想俾啲信何太，唔係啊嘛？乜信啊？仲想俾情信佢啊？唔係啊嘛？咁何生你俾人打到懵咗啊？仲想嘗試把信件轉交何太？
咁啊呢度冇詳細資料，唔知俾乜信啦。咁啊，我估係情信啫，咁樣啦嚇。OK，佢話佢好愛佢噶嘛，我估係情信啦嚇。咁啊，繼續。咁啊，鄧官就提醒啦，兩名咧人渣，睇錯咗，兩名被告，唔好意思睇錯咗字，兩名被告。咁啊，保釋條件咧包括得接觸控方證人及對方。個官咧就指啦，轉交信件嘅行為不合適㗎，係不合適嘅。官在表示啊，另對何伯講啊。咁啊，若信件牽涉案情或證供啊，更有機會觸犯妨礙司法公正罪噶。咁啊，情信都得咁樣。如果你咧講啲案情同埋咩入邊啲嘢啊，你仲要妨礙司法公正罪添啊，即告都可話一條罪添啊，該會。我都勸可伯啊，呢13日唔好搞咁多嘢啦，俾人告多條罪啊，唔好為咗呢個女人打到你咁都仲寫情信俾佢啦，咁啊。真係冇眼睇啊！真係，真係叫呢個可伯做情痴定係白痴咧？真係得啖笑啦！真係，晚年俾人累到咁樣都過唔到世啦，仲寫信俾佢。喂，咁啊，繼續。最後散庭後咧，何太和可伯先後離開，大批公眾人士在場圍觀及拍攝完。咁咧好快睇埋咧，傷人17咧就係以庭造成嚴重身體傷害啊！哇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噶喎，真係太大鑊啦！詳細資料有興趣慢慢睇，再睇下咧，區域法院咧係啦審呢個較嚴重刑事嘅案件嚟嘅，咁啊詳細資料有興趣又係慢慢睇，跟住講個感受。首先呢，知道咗何太呢將會呢判更高嘅刑罰，我係開心嘅。咁啊，等多10幾日啫嘛。咁有呢，因為呢去咗呢個區域法院，頭先睇咗呢係判啲嚴重啲嘅案件，咁啊要交由一個呢更高嘅官去判佢。所以呢，繼7月份呢等到而家今日呢個結果呢，我係滿意嘅。上次失望，今次滿意。第二樣嘢啊，改控更高嘅控罪，傷人17呢，何太呢次周身蟻啦，因為警方經過調查之後呢，改控佢傷人17，即係呢話有一個好足夠證據呢，可以呢入到佢罪啦，咁啊開心晒我啊！因為呢之前我仲擔心呢佢可能會搣甩到傷人19添噶啦，因為有傳言呢話佢咩出咩招數，又話咩博可憐啊、博同情啊、又初犯啊，傷人19都會輕判嗰啲嘢。今次唔係啦，咁啊改判傷人17呢，咁就唔同晒啦嗰個結局。本台成日話噶惡有惡報，若然不報，時辰未到，你嘅時辰就快到。今日嘅聆訊呢，大快人心，起碼大快我心先。因為呢，第3樣嘢我想講呢，其實我了解到呢個 case 都年幾啊，咁啊，我只不過近來開咗台啫嘛。其實我一聽佢哋兩個嗰啲嘢呢，真係好煩嘅，覺得好厭煩嘅呢啲人點解可以成日周街賴人啊，搞咁多嘢啊，咁啊又瞓喺地喎，即係何生又瞓喺地啊，咁樣究竟做乜嘢呢？咁樣再加上呢，嗰個何太成日開咩直播啊，又咩開 YouTube 搞咩講自己嗰啲咩財富思維啊，又真係一塌糊塗，真係。如果你上網睇過佢啲文章，真係一塌糊塗。總之最後啦，我今日就開心嘅，咁就等多10幾日，本台密切留意佢哋最後結局。我希望呢判重啲啊，快啲送佢哋入去啊，唔好喺度獻世啊！補充一點何太嘅行為咩喊冤啊、嗌冤枉啊、唔知道啊咁自衛啊！我想講一句，你超過18歲噶啦，成人噶啦，乜都話唔知扮唔知，又喺度話喊冤咁樣，攞啲責任感，做個嘢負責任啦，做一個負責任嘅人吧。贈多你一句，改正到自己先教人財富思維啦，值得深思。我哋下集再見，鍾意嘅記得點讚 subscribe，多謝你，拜拜。